为了严控中正南路270号头前这座将近200公尺的人行道工程，当初就是民众进前地砖破损，加上落雨的积水，所以高叫回动东区公所来进行改善。不过因为改善工程将人行道对原本2.9米缩短成2.3米，村落内空间加做停车道，引起无障碍协会等信众团体不满。虽然实际到场测试，2台轮椅根本无法度烧闪。若不满多年来人行道无人关心，现在却向改成停车道，反而以后人行道敢拢是这个模式，要求重新检讨。今天呢来关心这个永康区中正南路呢270号前面这一段人行道的问题，因为整个我们大台南地区呢这一段台一线省道呢。车流量非常的大，非常的多尤其在行人跟行车安全，每天有上万、几万个人从这边出入要上永康交流道，还有到市区必经的道路所以这条道路对我们每一位市民来讲都非常重要尤其我们交通局呢，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在提倡我们人本交通，我想呢，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最基本的人行道的问题，因为我们人行道假如说你没有办法构造好的话，把一个人行道好好的提供给我们每一个行人来行走的话，根本一个整个大城市谈不上什么人本交通的问题会中议员蔡小伟甲李启伟马龙校长关心，要求人行道安全性，唔通因为要设停车位，却牺牲用路人的权益。对此，高局嘛答应做出改善。因为现况大概。人行道宽度大概是1.5米那这边大家今天的共识也府城这边也都同意就是我们会把人行道再适度加宽到2.3米那刚刚各位也有看到，增加到2.3米之后，事实上我们的就符合我们身障团体，它事实上2台轮椅是可以交汇的做进出。如何处理停车甲人行道空间的平衡，让用路人甲行动无方便的人拢会当安心使用？相信这是人本交通的精神。台南新闻，郭文吉、刘品言采访报道。